渠務署致力以創新科技提供世界一流嘅污水同雨水處理排放服務，協助香港成為具氣候抗禦力嘅城市。多年嚟，部門建立咗多個資訊科技系統，為提升效率，必須整合成一個平台，一眼掌握全面資訊，以支援更快、更準確嘅判斷。為此，渠務署開發智慧渠務一張圖 （SD-Map）， 一個集一個平台、兩個界面、N 個應用於一身嘅數碼平台，將渠務設施同來自多個政府部門嘅資訊系統匯聚起嚟，一次過呈現地圖、設施同埋數據。平台聯繫污水同雨水處理兩大核心業務，全面強化設施維護同緊急應變，由工程規劃、設施保養、水浸個案管理到資源調配，所有資訊都可以透過同一個平台掌握，令渠務署更快、更精準、更高效咁解決問題。N 個應用亦包括創科應用，智慧渠務一張圖為創新科技提供高效嘅綜合數碼信息平台，例如同合作夥伴共同研發嘅人工智能水浸監測系統及智慧水浸預測預警系統，可以強化應對暴雨同風暴潮帶嚟嘅水浸威脅，實踐創科賦能、智慧治水嘅目標。香港正面對日益頻繁嘅極端天氣，水浸威脅隨之增加。渠務署正進一步優化緊急事故控制中心嘅運作，並透過平台支援應變工作。喺天文台預測惡劣天氣嚟臨前，署方會預早安排應急隊伍到全港多個容易淤塞地點進行檢查及清理，以減低水浸風險。平台能夠顯示自主研發嘅水文資訊系統數據，協助實時監測對易受水浸影響嘅地區，盡早採取預防措施，包括放置擋水板、沖水式屏障等，做到加強預警、超前準備。處理緊急求助電話嘅時候，平台可以整合資料，顯示個案地點及應急隊伍位置，並透過各區閉路電視系統即時掌握現場情況，快速調配資源，確保高效應變。渠務署一直嚴格維修及保養各類渠務設施，喺平台上面配合地圖同埋數據，可以即時生成立體管網。工程團隊可以一眼睇到全港近5000公里嘅地下管網系統，以及遍佈各區嘅泵房同污水處理設施資料，方便工程規劃。平台同時提供360度全景同三維模型聯動對照，讓團隊更快掌握現場環境條件，安排維護，為市民提供更可靠嘅排水排污服務。智慧渠務一張圖廣泛應用於工程規劃及應急管理等，透過大數據及人工智能驅動，協助同事迅速掌握現場情況，提高決策效率。展望未來，平台將利用應用程式界面嘅可拓展優勢，增加更多功能，例如數位聯生同埋人工智能水浸監測，打造更具智慧嘅數碼平台，以嶄新科技應對未來挑戰，為社會提供優質服務。